感謝神。首先，百般祝福十月之星嘅籌委啦。咁對於今次十月之星生日會嘅主題信心四部曲，我曾經咧都有運用呢四部曲去祈禱關於大人親近神、揾工啦、得醫治同埋各種嘅小事啦。回想起嚟，每一次運用信心就好似喺田地度栽種一樣，每一次都有笑有淚，因為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。而每一次最大得着唔係所求之事得着啦，而係同神之間嘅聯繫關係更加互動咗，就好似每次為別人嘅靈魂祈禱嘅時候，神就會讓我突然之間好似經歷咗人哋內心嘅痛一樣，或者突然間明白神係用咩方式去愛我，而咁就會產生出由神而嚟嘅愛啦，同埋同理心去帶人認識神，而希望咧接下嚟咧我就能夠去接受更加多神安排我去學習經歷嘅事，運用信心去成長，最後將一切榮耀仲讚歸俾神。